上新的消息来去天王星大楼现场，花莲天王星大楼最后一个姓孔的老师，伫昨暗已经获救出来，不幸过往。因为大家惊讲这大楼会崩起，即马现场正在吞吐，检察官伫今仔日嘛去现场调查，上紧等72点钟后会开始拆除。咱即马就连线伫现场，要互台的记者张一辉，请一辉甲咱讲现场上新的情形。 是主播报警记者带大家来关心花莲天龙车大楼上新的状况。伫天龙车大楼遮，最后一位等待救援的自防细坑的小姐，总算伫昨暗9点12分顺利获救出来。不过救出来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。花莲县政府向媒体表示讲，天龙车大楼因为关系到人命，必须要由检察官进行刑事勘验。今仔日测试一透早，侪人员开始动工，准备来吞吐。目前大楼已经刷6.5公分。 技师表示讲，若是刷微到8公分，真有可能规栋大楼会崩落来。目前人员当咧现场吞吐，会吞到2层楼遮尔悬，就是惊讲若是大楼倒去，会当甲伤害降到上低。目前天王车大楼70几位受灾户嘛已经安置伫中华国小、中正体育馆等等的所在。大楼伫72点钟内面袂拆，嘛因为即届地震大楼倒去有牵涉到刑法。今仔日检察官嘛来到现场来调查，爱了解为虾米会倒去，敢有合法起大楼顶顶的状况。民族里的里长表示讲，因为大楼地下1楼是餐厅，尾仔是变做私人的招待所，检察官会来调查，敢有破坏大楼的结果。以上就是记者伫花莲天龙车大楼上新的状况，甲时间交予主播。